打我结婚就住了进来，这一住已经20多年了，还以为要住到老呢。啊，来了，来了！你们爷俩又不带钥匙啊？你谁呀？这是杨康的家吗？对呀，是杨康的家。你是？我是雷小桃的母亲。哦，小桃妈妈，啊，亲家是吧？哎，来，家里坐，家里坐。来，喝茶啊！你看我们也不知道，小桃呢也没跟我们说过。我一直在日本，刚回来。哦，日本啊！你家做什么的？哦，我们家原来是开汽车修理厂的。原来啊？那现在呢？倒闭了。倒闭了？嗯。看得出来，你家生活不太好。还行吧，还行。我女儿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不在国内。要是我在国内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哎呀，大姐，您看，您说这个话，我们家条件呢是一般，但是呢是好人家。当然了，这鱼翅鲍鱼呢是不能天天吃，吃饱呢是没问题的。你的要求还真不高啊。好了，我现在也没有必要跟你讲这么多。反正我女儿和你儿子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啊，这年轻人的事吧，还真不好说。难道你这个当母亲的，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毁了彼此的人生吗？哎，这话怎么说？这两个孩子现在是情投意合的。情投意合啊？情投意合能当饭吃啊？情投意合怎么还离婚了呢？情投意合，我女儿怀了你家的孩子，怎么反倒被踢出门了呢？哎呦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我们没有把小桃赶出去，他们俩离婚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离婚不知道，那结婚呢？结婚总得知道的吧？你给了我女儿一个像样的婚礼了吗？哎呀，说起这件事情我还委屈呢。他们俩结婚，我们大人一点都不知道。荒唐，真是荒唐之极。离婚不知道，结婚也不知道，你们这父母怎么当的？哼，这位大姐，你要是会当父母，结婚那会儿你在哪儿啊？你今天到我们家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杨康不在家吧？在，他肯定早就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也不想多跟你说什么，反正你们家的条件也都摆在这儿了。哼，现在婚姻自由，你女儿是心甘情愿嫁到我们家的，说实话也真没办法。你现在没有必要跟我争个你高我低的，我没这个心情，你也没有这个必要。我和你从今天开始还像以前一样互不认识。哼，那你来我们家干什么？
你儿子杨康遇到了麻烦。我儿子遇到麻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里是30万，我知道，解决你儿子的麻烦只要20万。当然了，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上也不会掉馅饼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不想让你干什么，我只想让你儿子做件事情，让他离开我女儿，放过她，永远不要去找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当我什么人？当我儿子什么人？就你这区区30万就想买我儿子的幸福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你不用急着做决定，给点时间自己考虑考虑。30万，哼，20万用来还债，还有10万吗？你们留着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我把你当一个母亲，别的我们不多说，单从母亲的角度，你应该这么做。你知道我没有恶意，我也是为了2个年轻人好。你想，你儿子欠了银行这么大一笔钱，他的日子能好过吗？我儿子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。没有人说你儿子没有志气，有志气不是坏事。可这志气能当饭吃吗？这志气能让我女儿幸福吗？我的送和你的收都能理解，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们。这2个孩子太年轻了，年轻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的生活。你这个做母亲的，之前你没有帮他们选择正确的生活，至少现在你可以帮他们选择了吧。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密码是6个6。我回来了。哎，老公今儿回来，你怎么没反应啊你？怎么了？你这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嗨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上老马家去了。老马跟我说呀，他儿子在国外开了个大企业，哎呦，挺能挣钱的，挣好几个亿呢。啊，我心想啊，他挣好几个亿，我跟他借20万，哎，别说20万了，就10万也行啊。那你借到了吗？没有，10块钱都没借到。怎么了？假的呀？哎呦，说的真的，人家说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号码，说是国外的。哎，你说这有老子不知道自己儿子的电话号码的吗？嘿嘿，什么外国电话号码啊？这外国电话号码就不是阿拉伯数字，是 ABCD 啊。他也就是蒙我没出过国，真把我给忽悠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婆，你说的还真对，这年头跟人借钱还真难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嘿，你好像做什么亏心事似的。切，什么啊？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儿啊？我啊，成天就伺候你们爷儿俩了。哎，嗯，干嘛去？洗睡啊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出去！我拿报纸早上放那儿忘了。瞎放什么呀？没放报纸的地方啊！给，赶紧出去吧！行了啊！真是。老婆，你有事儿瞒着我。是瞒什么？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我敢跟你打100块钱的赌，你有事儿绝对瞒着我，绝对。撅你个头啊！出去吧！对。怎么，又吃闭门羹了？没有，闹着玩的。玩？接着玩。哎，你买什么了？我怕跟你说你会笑话的。越这么说我越想看。给宝宝买的东西。是吗？哎呦，我看看。
嘿，行啊，有心人。哎，这么说，你上小桃那儿去了？没有，我早就离开想办法去了。哦，爸，妈，我呢，今天有件事要宣布一下。说吧，我听得见。你说你躲在卫生间干什么？快出来吧！小桃呢，答应和我复婚了。哎呀，真的好。儿子，你说什么？小桃愿意跟你复婚了？是啊，哎，你看，这个呢，是我给你孙子买的礼物，你看呢。妈，您那什么表情啊？为你儿子高兴啊？啊，高兴，当然高兴了。哎，不过，你说你还欠着20万，你把人家再娶过来，跟你一起还债呀？康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跟儿子说话呀？小桃呢，愿意跟我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啊，那先睡觉吧，明天再说。啊，睡觉。哎，别听你妈的啊！啊，挺好，挺好啊！一家人在一起，共度难关啊！你也歇歇，赶紧睡了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对那20万在发愁啊？嗯？你不愁啊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啊胡乱担心，不就20万吗？又不是200万，总会有办法过去的。你说的真轻松啊！过去，拿什么过去啊？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吗？哎，是真的要把房子卖掉啊？哎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会卖。我现在正跟杨康正在研究各种各样的办法啊。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那个20万，怎么还得起呀？还没去试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哎，那你想个有用的办法行不行啊？我现在不正在想办法呢吗？睡觉。好，睡觉。关灯。好，关灯。宝贝儿，你相信爸爸对不对？等着吧，我杨康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。谁啊？哎呦，你深更半夜的，你在这干嘛呀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没干什么。啊，睡觉去吧。搞什么名堂你？天天怎么这么困啊？睡了啊。康宇啊，今天出了什么事儿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啊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。你给我说清楚。哎呦，没什么事儿。你给我说清楚啊。深更半夜你要说什么呀？哎，你刚才跑到客厅找什么去了？啊？哦，嗨，钱。我今天买菜的时候不小心把钱掉在沙发底下了，我刚才去找一下。哦，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，
编个瞎话都不会，我一听就听出来。你不说是吗？我把儿子找来一块审你。哎呦，你别去，把儿子吵醒了。死老头，你瞎折腾什么呀？啊？那你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跟我说。那你得跟我保证，不许骂我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啊？啊！再说你没犯错，即便你犯了错，我也不会骂你啊。赶快告诉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哎，嘘！你这防谁呢？儿子啊！谁是你儿子？哎呀，你个死老头！我是说防着咱们儿子。切！这件事情啊，绝对不能让杨康知道。赶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回来之前，小桃的母亲来了。谁？哎呦，尔贝呀，小桃的亲生母亲。小桃不是单亲家庭吗？他妈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是回来了，而且呢，还是从国外回来的。然后呢？他给了我这个银行卡。哎，里面有30万呢。30万？是白白给咱们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说20万给杨康还债，10万块钱给咱们零花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是不是做梦啊？啊，他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不许杨康和小桃复婚。什么？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说个行的办法。就是再没办法，也不能用这个办法。怎么就不能用了？啊，这钱是人家送上门来的，又不是我偷的抢的。哎呦喂！哎，你呀，其实你什么都比我明白，还回去，立刻还回去。我不，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。我不愿意卖房子，住到乡下去。我不想跟儿子分开，我也不想跟你分居。这些问题，啊，我们都能克服。要是真的来临了，我们也不能拿儿子的幸福去做买卖吧？是人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咱们，人家情愿花钱都不愿意，你还较什么劲呢？哼，不是我要，是儿子要，儿子要的就是对的啊！行了行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跟杨康说一个字，否则我死给你看。哎，康云，你知哎，康云，你等一下，康云，几点了？怎么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妈，哎，爸，爸，哎，这一大早2个都出去了，不管我了。康云，听我说嘛。行了，这回听我的。哎呀，我哪回没听你的？这回你听我一回好不好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听我说2句好不好？你听我说2句行不行啊？行，你说，我听着。你先冷静点，啊，别为这30万把你头脑冲昏了。我昏头了，啊？行，你厉害，你清高。那我问你，现在摆在我们家门口的困难怎么解决？你借钱了，到现在借来1分了吗？啊？杨康刚刚踏入社会，他有像样的朋友可以借吗？你让他去哪儿借钱？我跟你说，到时候钱还不上，咱们卖房子是小事，儿子去坐牢，你告诉我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不会的。怎么不会？啊？钱是银行的。就因为钱是银行的，银行才不会胡来啊！
我们跟银行好好商量，我们还钱就是了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钱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康远，这件事你就不考虑杨康他们俩了？行了行了，这事我定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康远，康远，杨远平，你听我说，那么多年了，外人不知道都以为我在当家做主，可是谁当家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回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为了儿子，你听我一回行不行？好，我听你的，听你这就毁了。毁了我撑着。好，那就把这件事情明明白白告诉杨康，让他自己做决定。行，可是从头到尾你不许说一句话。行，哎，我可以发表个人意见吧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杨远平，到时候你要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我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自己来，不用你帮忙。哎，你们俩一起锻炼去了？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你儿子今天下厨房，你们好歹也闪个光吧。多大的事儿啊，闹成这样。你问你妈吧。儿子，来，坐，妈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妈想问你啊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打算什么？打算吃饭啊。哎呀，正经点儿，妈在认真问你呢。你指哪方面？那你先说说银行方面的事情。那个问题啊，那个问题，哎，现在呢，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，但是我在努力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喊口号了，你就跟妈说你实实在在的打算。那就是想办法借钱呗。20万，挣20万，上哪儿借呀？谁肯借给咱们？难度是有，但是希望也是有的啊。齐亮呢，有个亲戚很有钱，我今天本来打算去找他谈谈的。人家有钱就肯借给你啊？那世界上有钱的人多了去了。哎，事在人为嘛，你总得试试啊，要不怎么办？在家哭啊？唉，那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事情，你根本就没有头绪是吗？妈，您放心，这房子呢，我是不可能卖的。卖房子总好过卖人。闭嘴啊！什么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听他的，真是。哎，儿子，你再跟我说说对小桃的打算。小桃嘛，在我的财政出现赤字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义无反顾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好好说话，真是孩子。人家什么都不图，就图我这么一个人，跟了我。你说我还说什么？什么也不用说了啊！等我重新娶进门，我一定要一辈子对她好啊！你们呢，也要一辈子对她好。别说，他已经有了我们杨家的后代，就冲着他对你们儿子这片痴心。那，你欠钱的事情，小桃知道吗？知道，妈，你不是跟他谈过了吗？哎呀，我谈是谈了，但是你到底欠多少钱，我没跟他说。说到现在，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吧？我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等等，你藏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说！没你事儿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好，没我事哎儿。吃饭你去哪儿啊？阳台，透风。行了行了，不管他，咱们吃饭去。
今天就过去啊？是啊，我只是过去打个招呼而已啊。他应该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啊。会的，我先跟他父母打招呼，然后他说了，他会跟他父母一起过来请我们吃饭的。稀罕他们家那顿饭啊？按道理呢，他应该过来请我。我觉得这事儿应该他先过来，你再过去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大了啊！头一次结婚，到男方家去看看，观察一下，评估一下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现在的情况是，就算互相不上门，也得结婚。桃儿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欢杨康？可为了肚里的孩子，非跟他结婚？哎呀，还真没这个意思啊！我不管有没有这个意思，不管怎么说，杨康必须上门，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嘛，不就明媒正娶那些事儿呗？他已经答应我了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再悄悄的结婚了。那是必须的，啊！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他的态度，啊！这今天结婚，明天离婚，这还了得啊？哼！哎呀，放心，以后不会，坚决不会了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爸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是为了我，为了我什么呀？那些钱啊？妈呢，是个容易担心的人，这个咱得理解。你呢，就别跟他怄气了啊！谁跟他怄气呀？我是真来气。杨康，我跟你说，哼，妈，你呢，真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比这间谍还间谍。我是不是间谍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某些人呐，不要当叛徒。如果当了叛徒啊，后果是会很严重的。不是，你们这也太明显了吧？你们有约定啊？没约定啊，没约定。儿子，妈跟你有事要说，跟我去一下。哦，真把我搞糊涂了。来，走，来。来，儿子啊。哎，妈。这个世界上啊，妈妈是最爱你的，知道吗？妈，这一大早的，说的我满身起鸡皮疙瘩。你要干嘛呀？臭小子！哎，那你一定要记着，不管妈做了什么事情，都是为你好。这件事儿啊，在我的心里，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妈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呢，今天想带小桃回家，想跟你们正式的打声招呼。有些事儿呢，还是得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我呢，不想那么草率的结婚了，我想给小桃办个正式点的婚礼。办婚礼啊？钱呢？钱花不了那么多钱，之前的20万都能借，这2万块钱不算。你个臭小子！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妈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不许去雷家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再跟你说，记住没？妈。哎，不是说让你跟儿子说吗？你这要出门啊？上哪儿？找小桃？哎，我不是说让你跟儿子说的吗？怎么说是我的事情，你别管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我出门以后别跟儿子胡说八道啊！你走了，我肯定跟他说。想离婚是吗？哎，你还别拿离婚来要挟我，这离婚谁怕谁啊？咱不谈离婚好不好？不谈离婚，不谈离婚。哎呀，把衣服换了。哎，我穿这身衣服好好的，我换衣服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叫你换你就换。干什么呀？
我告诉你啊，为了防止你叛乱，跟我一块儿去。我叛乱？嗯。喂，我，哎，杨康媳妇儿，你好，你好。别贫了行不行？一天不贫你牙痒是不是？不是牙痒，是见不到你，我这心痒。切，就知道说好听的。哎，我还会做好看的呢。怎么了？想我了？谁想你啊？什么时候过来？你什么时候想我，我什么时候就过去。现在？得了您嘞，马上出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和宝宝准备了礼物。这么有心啊？该不会是信心和勇气吧？这回啊，咱得整点实在的，啊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行，来的时候给我信息，我去接你。哎呀，不用那么隆重，爱妃。在你进我家之前呢，我有件事情必须提前跟你说。好的，啊，我快到了，给你打电话。杨康，我们出去了啊！哎，一起啊，一起，快点啊！哎，儿子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让你在家待着。待着干嘛？我都跟小桃说好了，让他跟咱一块儿去吧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儿子，你呢，到你爸的单位去给他请个假。请什么假啊？等事情办好了就不用上班了，知道吗？行，那你赶紧去吧。哎呀，等我见了小桃之后再去不行吗？得提前去，否则要扣钱。那让我爸给公司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这孩子，来，把手机给他啊，把手机给他。我这不被软禁了吗？儿子，你爸呢跟我在一块儿，如果有事情啊，你就打我的手机。你们俩玩什么呢？给他呀。是。里面有个李主任，你就说你爸病了，请个假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就随便说个什么，生病多不吉利啊。那我们先去了，好不好啊？哦，行，行，你别忘了啊。哎呀，赶紧的，走，走啦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啊，要不你先用一下吧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，行吧？好，就这样。房东，过来收房租啊？房租呢，我爸会来收的。啊？不过呢，你这个叫做自投罗网，房租我是照收不误，一分也不少。哎，你真收啊？我们俩交情那么深，而且我还帮了你那么多，你好意思收吗？你说是吧？我不会跟你客气的，你来不就是为了送钱吗？送啊，我让你送啊。哟，看来我的计划很明显啊。你不是有钱人吗？我这个人呢，最愿意做好事了。我帮你花，我保证帮你花。哎，我出钱了，怎么听起来那味道还不对了？哎，喂，你们家网线在哪儿啊？自理。什么？这事情还自理啊？喂，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家用的是无线网络还是固定宽带吧？自己看。喂，你这样的态度很不负责任，我去大房东那儿控告你。喂，站住！有事儿？你很懂电脑？当然，我就是做这个的嘛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很想上网？当然，我现在想开一个网络会议。网络会议？就是人不在公司，照样能开会。我用的呢是无线网卡，如果你答应替我做件事情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把无线网卡借给你。那要看什么事了。我呢有一家网络商店，现在正在营业中，而且营业额不错。我希望呢能把它转卖掉，尽快。你看，你有什么捷径和方法吗？去网上找一些贴吧和论坛发帖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，
而且速度很慢。你看能不能找一家网络公司跟他合并嘛，或者直接卖给他呀？我这个人气很旺的，你看。哎，行，哎呀，我们回去吧。你快过来！真是的，磨磨唧唧的磨什么呢？赶紧的。哎，我说，你还真要看啊？干嘛？看一眼呗。哎，万一里面要是没有钱的话，我也不用跟你吵了，是吧？你这一看，心里可就变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迂腐啊？迂腐？我这是做人啊，这是做人的素质啊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看一眼，我做人就有问题了。切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越那么说，我越那么看。切，哎，别弄得跟圣人似的，圣人当不了饭吃。杨艳萍，杨艳萍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快来呀！快！哟，还真30万啊，咱的钱，还是还给人家吧。哎，杨艳萍，不会吧？你的电脑怎么那么慢的速度啊？今天还算快的呢。难道你还不懂处理这些没用的垃圾吗？以前都是杨康帮我处理的。喂，你还是先把商店转出去吧。你这么着急，等钱用？不是啊，反正都要转出去嘛，那就早点转呗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怎么还杀呀？我不是让你……你这个电脑太慢了，没有工作的效率。等一下。喂，你干嘛呀？我的电脑只能这样了哎，你又去搜软件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学，要不然天天依赖别人也不是个事儿。来了。干嘛？你的电脑能离线杀毒？有可能，但等我先发明。莫非你的电脑能直接上网？我这个不是电脑，是 iPad， 不单单在这里，就算你在国外，随时随地都能上网。你这个骗子！哎呀，你慢点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刚才那句话是我不对，我太激动了啊！你激动什么呀？那是你的钱吗？只要你点个头，这钱就是咱们的了。我就是不点那个头，你能把钱还回去吗？哎呦，我说杨艳萍啊，你听我说嘛。你一句不听我的，我也一句不听你的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非要看着儿子去坐牢，看着我们这个家没了，你才高兴啊？这就没法跟你讲了，反正我不同意你这么做，你非要这么做，我也没办法，啊，你去做吧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无能。我要是能赚很多钱，也不至于有今天。杨艳萍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什么时候能签转让合同吗？下午1点。小姐，我认识的是什么人啊？买下一个网络商店算什么？他们只要手指轻轻一动，就可以买下一个工厂、一个公司。是你认识的都是牛人，你也是牛人，行了吧？这是必须的，也谢谢你的夸奖。哎，对了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中午得请我吃饭吧？有事耽搁一下，
晚一点点到。喂，隐私你懂不懂？哦，你一定是在和杨康发信息，是不？去。哎，叫他下午一起来吃饭吧。 3个人？对啊，3个人，不错吧？不要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你过河拆桥也太快了吧！别忘了，你下午还要用我。